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2月12日，你怎么说？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11章1到5节。我们 RPG 的祷告经文记载在申命记7章8节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。你怎么说呢？接二连三挑战来临，我们心里想的是又来了，又来啊，有够烦，很烦呢。还是我们赶快回转想想，这很重要，来问问这位上主，你怎么说呢？你怎么说？主啊，你怎么说呢？每每我们接二连三的挑战，就像约书亚，他经过一连串的战役之后，我们看到今天11章，哎呀，又有人来挑战了。以色列凯旋的消息传到夏所王耶宾的耳中，他就派人传话给马顿王约巴、申伦王亚撒王，以及北边山区加利利湖南边的约旦谷、丘陵地带和多尔附近沿海一带的诸王。他也派人传话给约旦河两岸的迦南人，又给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和山区的叶布斯人，以及住在黑门山、三路米斯巴地的西魏人。诸王率领他们所有的军队来了，人数多得像海滩上的沙利亚。他们拥有很多的马匹和战车。诸王联合起来，在米伦西会合，要跟以色列人作战。哇，这个一关，这个才过完又一关啊！但如果我们是一位有信心的，常常会想起来我们的主是怎么说，他对我们的爱，他对我们的这个信实，我们如果信得过的神的话，我们会想这个挑战来，那么我们有机会再靠着主我们能够来得胜。但一切都在于主你是怎么说呢？我想我们如果这个唱起这邓丽君这首你怎么说，大家很熟悉哈。他说我没忘记你，但是你忘记了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在骗我。看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2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1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把我的爱情还给我。我没忘记你，你都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可见你都是在骗我。看你今天怎么说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歌词只会发生在人身上。我们的主不会忘记我们，但有可能我们忘记神哦。特别是在我们接二连三挑战不断的时候，我们苦难一个接一个，当我们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在承受的时候，我们或许是真的会唱起这首歌，你怎么说？你看你主啊，你跟我立的约，主啊，你怎么说？我们的主没有誓约。我们如果看我们现在约书亚，他一战又一战，就是正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守约施慈爱，他的爱永不后悔。经过多久啦？这一位主仍然要守住他当初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，如今要一一来应验。主的爱
一关又一关。今天祷告的经文说，主因着爱，他守约。不管他们怎么经历，他们甚至经历到已经落在法老的手中，仍然能够带领他们出埃及。如今摩西那一代过去了，神真的没有忘记。神不是在骗我们，在诓我们。神要说的是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，但就在我们怎么想，我们有没有清楚的头脑想我们这一位主，他所看的是这历史长远的，而我们正落在什么点上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落在什么境况呢？我们会常常想，主你怎么说？重要的事情上，我们会问主你怎么说吗？在过年期间，我的家族里有一位很年轻，是一个企业里的主管。没想到在过年前，人生的胜利组竟然发现癌症已经第4期。而我们回过想，这过去10年，除了他的工作还算很顺利外，其实这过去的10年真的还不容易，遇到许多的事情，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但是每每重要的事情，他的母亲的信仰，在世的时候总是为他祷告，他的妻子总是用神的话来鼓励，他的家用祷告来托住。发生了重要挑战，他总问主啊，你怎么说，我怎么听？我用感恩的心数算神你的恩典。在过年期间，我们知道他得病，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还能够侃侃而谈，他怎么样在上个礼拜突然在百货公司晕倒，然后接二连三就发现，哇，原来是肾脏有肿瘤，哇，原来他会晕倒，哇，原来他脚一直在痛，在整骨，在复健，是因为癌细胞已经到了骨头。他讲了这些事情，听起来好像是很有趣的事情，说得我们大家哈哈大笑。我心里想，其实我也不舍。你怎么有办法在短的时间内接受你已经是癌症第4期呢？我想他再一次来见证说，他要问的说，主你怎么说，我怎么听命？你说我要常常用感恩的心数算神的恩典，于是他就数算神的恩典。原来在过年前2个礼拜，医院是最有空的，所以他在2个礼拜前晕倒，然后他的检查很顺利，就在2个礼拜内就可以知道各项的检查完，知道他是癌症第4期，过完年就可以开始进行治疗。哎呀，我真是佩服这个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怎么说真的很重要哦，好不好？我们来默想，人生中挑战一定是不断的，这是人生的常态，但什么是可以让我们苏醒醒着的，不会被这些挑战给敲昏，就在于我们要听听主啊你怎么说，你所说的是可以让我们在那惊吓，在那挫折，在那重要打击之中，我们仍然能够抓住神你的应许，仍然能够听听主你怎么说，而我们愿意怎么做，活出主你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跟力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面对这世上有许多的挑战，主啊，许多的不容易，你应许跟我们一起努力。主啊，你没忘记我们，
主啊，我们也没忘记你。我们在重要时刻，我们总要想主你怎么说。在圣经的话里，主啊，你怎么应许我们？主，我们就是活出那应许的盼望跟喜乐。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勇气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英年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所做的都是神所说的，好事要发在你的身上哦，好事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我们明天见。